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汪小 K， 欢迎大家收看今本嘅出名大会。除了安将嘅传统落火风，为了乡亲朋友了解，了大要就是新竹六家嘅门里通染庭古迹咯。因为也知哦，新竹人系客家台人，就动到传统嘅客家落火风，啲个文化嘅制度动大地来保留哦。客家嘅政府又讲，目前某二顺来首长，所以民间系提拔有改案，来即刻出现首长了解领府嘅台府地哦。客家今日出面台府都会加了解案来讨论，其实从台湾安度嘅文化资产，也系讲历史老建筑，都大用办来好好保存，当做得来发扬咯。因为咧行样批许到出面台府留样嘅现场来进行开讲。开会了！大家天天强调来到出面台会嘅留洋现场哦，因为咧下留洋嘅素材系非常讲嘅传统老火风咧新牙木咧片哦，所以像系全都跳过嘅记忆咯。样片为大家绍介今日咧参加嘅贴片里边，第一位看到嘅系新主人文化局嘅局长蔡荣公蔡局长，你早。早啊，各位乡亲大家早。好，你早，欢迎你。俺家听你为了边绍介嘅系林宪坤嘅技术工业嘅管理人哦，咧个林工发、林董事长、林太公你好，早。大家好啊，大家早。早，俺家听第三届里边嘅绍介系学杂中介嘅代表，佢系推二台国际首富嘅教授请班，请先生你早。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早。请先生早，俺家听市委里边就系绍介大家都懂熟悉哦，咧系交通大学客家学院嘅教授罗烈士罗先生早。主持人好，各位乡亲、各位朋友，大家好。分享市委里边哦，俺个咧市委里边大家谈到，记到下巴都讲到动长班哦，安强。现场安尼也看到，安尼动到介主办咧偏乡亲都来参加吼，分享大家。安尼地图啊，咧六家吼，上林界蛋上界种挑哦，系见证就参提起开发世界重要起点。当然，未见证咧安尼客家出圈，都咧特别来亏钱，按家落户界高仓哦。透过林福人留下来动到传统界老建筑。佢嘅文化價值都普遍得到大家嘅認同，所以講了到有文化價值嘅歷史老屋，多大應用辦向重新為咧咯。因為先透過下部嘅樣片，從下來關心到了解新竹六家台府地嘅故事。喺新竹縣竹北市嘅歷史建築太府梯，民國88年嘅時節，因為都市計劃，本縣政府徵收咗民俗公園。不過已經242年歷史嘅太府梯，一次都冇修整，民眾受理會有治安嘅問題。為了家畜嘅技術同文化資產嘅保留，連線家畜決定其他出錢來爭。政府唔出錢，人哋出錢來起轉移，哦，那古蹟恢復當年嘅面貌，哦，然後現在是這啦。一方面呢，紀念祖先、感恩祖先；一方面呢，留本後代一隻紀念。新竹縣文化局講，太府梯未來修整完成以後，會繼續交本林家來管理維護，同時串聯民俗公園地圖認定的古蹟滿里堂，變做係完整的歷史景點。因為公家呢，就得花到錢呢，請建築師來規劃。來發圖來建造都可以啊。不過係個障礙錢、硬體嘅錢呢，由私人企業來出來講你跑下去效果會很好這個效率會更高。太府梯係新竹縣歷史建築，由民間出錢來爭提嘅案例，嘛伴太府梯潛在嘅歷史嘅尊嚴。等都市更新新嘅建案見來見多，歷史行業新嘅時代嘅時節，地方傳統嘅建築市場要面對拆唔拆嘅問題，修整到經營嘅困難，多帶新嘅機會應用嘅夾通下，本新時代嘛有舊文化嘅面試。你看到呢個太府梯哦，佢透過有幾個歷史嘅先人，有幾個高倉，所以有幾個歷史文化價值。一片你都會先敲門，人家啉講法啉太高哦。通講哦，呢個屋有等留做歷史建築，當然幾個文化價值係得到大家嘅認同啦。所以講同意講哦，等10個年啦，等某年來修整，所以七家長上會講出錢來希望留佢保留下來係安樣嘅情況嗎？唔係講等10個年啦，某年來修整，我想我講你拄到一個冇負責任嘅政府啦。啲新亞屋又係我規劃嘅保存起來嘅，保存起來嘅時節，結果呢，兩片呢高鐵裝修，該
这几款哪来去吼，又没冇下文。所以大家眼睛头了很冇负动责任的政府，拄到冇负责任的人种吼，啊搞到晚10个年，我伊做新竹市的些800万转咧本交通大学，做了基础的秘法、基础的检测吼，抽了笔钱，啊然后咱政府冇出条，哦，啊甚至呢，啊咱政府发包吼，部门文件费啊係學位費要8到1000啦，發包誒長挨羅屋嘅中校湯啊，哦。cái siêu trắng嘅時間吼，你看到啊，哦，你落去看哦，目睭會出啦，哦，挨爸爸挨阿伯嘅個方件啊，用個快木啊，希諾去方嘅呢個方件吼，個希諾去不用駁牆牆，然後個村嘅個牆腳，個牆因住難用啊，挨講嗰條目的啦，吼，設計為到祖先嘅榮耀，所以就會設計咧出錢修一方面為到古蹟嘅保存嘅重要。所以我哋決定講，自家出錢來做，啱先。好，用辦冇長冇聽痛，你係乜嘅原因咯？剛才安講啦，哈，你區段徵收唔會差哈，佢有個基金嘛，叫基金專戶嘛，哈。照例是講，個基金專戶地位就拍賣土地嘅錢呢，是才走得回歸到基金專戶，該做因心應格事項我哋地位做啦，哈。咁個大家啲啊，哈，那個政府嘅錢呢，落到台水庫地位呢，是按呢溜來溜去嘛，哈，溜來溜去，是會用到比較急的地方去啦。我判斷係安尼啦，哈。所以講，你是按理解好難是安尼啦，係。你講嘅唔錯，就咁樣講，就咁樣講啊，唔係財局長嘅小女，哦，我係上面到基冇關係。啊，但是呢，你唔係台水庫哦。你按照企團徵收嘅基金，用翻嚟另外曬隻基金，是該隻企團盤地徵收，該隻企團專款專用。你要做唔得，用到嘅水庫挪用到嘛，老人年金挪用到發薪水做唔得啦。陳先生，啊用談起咧，其實兩篇修章嘅預算，可能係一個爭議一個問題。不過講到了民間老官方強下咧合資咧修章咧個落伍啊，從啊用嘅方式上係春推翻，肯得看到嘛？肯個從啊用預算問題，係咪冇辦法解決嘅時節？啊用都透到呢個修章落伍嘅時節啦。你啊，你陸總來哈，呢邊啥個太府梯是你廣播先生嘅個落伍啊，漲哈，其實係因為真好嘅事情啦哈。你民間自家來想辦法來尋資金啊，回轉到路頭擺哈。等於講林鳳營自家全部自家起嘅啊哈。我當然政府負責任嘛，因為呢件事情啊，政府過去按多年之間對陸總來嘅發展哈，其實還慢啦，太過慢咧哈。我哋下我認為講哈，你喺民間啊，自家要去林鳳營哈，非常按大兵，自家想辦法尋資金啊，用最落實來落頭擺嘅方式，攞去重新起來。啊，像你喺可能喺台灣咩體檢嚇，安尼形式啦。啊，你都要等於講要回到落頭擺啊，林鳳營嚇，乾坤宮嘛嚇，安尼派下，安尼慢慢傳下來。啊，有隻位數，再起來，啊，安尼就清華傳統。啊，像你喺行政起來嚇，我用呢件事情咩做咧表現講嚇，過去政府對呢隻地方嚇，其實冇一隻較積極咧。較清楚啊，較有呢兩個方式來實踐。所以人講文化多嘅人，大家會講怪政府講嚇，因為按慢得多。因為啲怪係怪錯嘅哟，因為政府冇隻較清楚嘅政策。像個文化資產法，比如是保存到，既然佢之前都講歷史建築，你所以有較注通來關係嘛。唔過種電咧嚇，電到大家冇解釋嘅時候，讓來爭。我想呢邊唔好嘅啦。本時也強調你親信上修復古蹟係一個動專業嘅過程係冇，啲個時間也好，工藝法、技術法都係會照顧到。從呢下如果講政府從幾多講冇兩個預算方面係要民間自家出錢來修章，一部分係做得到有難度冇？係講單從針對台府提了先見來看，其實唔係單純講完全。民間自家去修做了事情，當清楚嘅係當然係林光發、林謙、陳主席，兩安排眾籌嗬出錢來做了件事情。不過實際上，文化局人政府肯係對了件事情，佢肯負責任，肯挑到尾，肯係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嘅規定，強下要委員會，強人要建築師嗰種相關嘅事情，肯係要，肯協調嘅事情當複雜，
所以跳下林先生啦，咪講到冇落幾十年，哦好厲害講緊。所以我認為呢方面係民間出資、民間出力。不過政府強讓佢嚟做事情是跳到尾，佢嚟強下停手，可能嚟跳到尾做有辦法。跳到每個部分，你個監督，你個提修，不法求你偏個費用哦。係安尼啦哈，因為你係舉庭古江，我是歷史建築嘛哈，你是變了，而且完成個區段徵收，你變按照公有文化財啦，公有文化財的概念啦。咁我你係講4年啊，無論像安尼林獻坤講嘅祭祀公園，我來自家來進駐來延續嘅祭祀嘅傳統來講哈，安尼文化局某是公部門來講，當然是樂觀其成啦。咁最好啊，我你漲好之後如果來關門呢就馬容咪，錯嘛？所以叫講你要。甲安尼董事長講，安尼啊政府嘅錢呢見得減少啊，所以呢4年為了要延續嘅祭祀傳統，願意出資來修了講，我們公部門是樂觀其成以外，我們還要全力協助。所以怎麼個協助法呢？現在就是現在我們又不是現在已經通過了嘛？現在我們剛剛就是要有一個所謂的財產的一個所謂管理的一個機制哈，比方說你係公有文化財嘛哈，如果安尼祭祀公業接轉移來管理來講。跟公部門簽合作啦，啊，兩種簽啦，這個是文化資產保護法，然後就規定安啦。你講哦，本種是封裝本種，該都需要隔10年、20年之後就可能會出問題啦哈。所以咧，實嘅土啦，我們檢察院彈劾呢，呢個問題咪，變成說，你係文化財唔會差，你係公有的，大家來共同來享用。那年內4年跟年餘來恢復來管理，你非常有分量。親先生，愛用喇叭嗎？以下你搭位所陸總嚟係變到公家嘅體啦，因為經過徵收咧嚇。係啊。既然係經過徵收咧，所以你係所有嘅結天啊，即係講嚇，誒所有嘅大家都係結天嘅意思啦。哦。所以家都講嚇，家講法個特別講嚇，要法案多嘅時間去，我想有啲部分太慢啦嚇，因為本人嫌啦嚇。不過誒過程咩一天都經過，啊，英國最係極到冇唔錯嚇。不過所以誒目其實講嚇，佢係共享嘅東西嚇。家你拜了按你說講嚇，過去像你做得都譬如公然吸引自家服嘛，你想你做唔得啦啊！你做咩講？你做人服頭前先答答，你頭擺人主持就見嘛個都該為好，你做一個答片，做咩先係答了？要經過隻過程啊，經過隻行程。我想你係就你係法律規定按規天嘅啦嚇。既然要按規天，我想你係當然行到呢下來咧。我過去人看到青島政府嘅呢歷史建築古蹟。落網漲好來，唔點樣做？空地去啊！我想你啊，家局長都提到講嚇，又係唔有問題哦。你下你太扶梯嚇，即係連網人本身都該自家都該拜。我過去咧，像你新加坡咪恐龍啊，新加坡人都嚟拜啊，連網人都嚟拜啊。我係喺度個時啊，你喺公家嘅天咧，我私人都嚟拜，我再拜叫，大家都個時啊。所以你喺度等於講，家局長提到講，很有潛質啊，等於講。你喺做嘅目的等於講係政府委託，冇是拜託，你民間來經營呢隻會所。兩片都好啊！對政府嚟講，原來講；對民間嚟講嚇，我哋咪長長久久，係做啲費用。我唔是少講，南北你我不喐得嘛，我曬得嘛。可能你下新加坡本身嚇，係啲大問題。唔過你下太府啲可能係對行下進步啦。可能你下下嘅問題係。你下隻古蹟恢復啊！政府唔係冇錢，你看新加坡啊，我當初因為陸莊來嘅事情嗬，林寶雲老人莊嘅公堂，本人拆hết，林獻坤講最先落腳嘅會所本人拆hết，個馬航嘅只衙門斥責也本人拆hết，個做埋拆hết呢，因為個政府規定啊，講拆除獎勵金啊，要時薪啊，你啊時薪嘅獎勵金大家拆獎快啲咧。所以我判呢個新加坡嘅規劃嘅時間，我明年下雨，唔是大家拆，獎勵金照給，你政府都拆，拆嘅東西又拆起去，你斯拉夫人去看啦，是你免錢嚟抽，玻璃屋免錢嚟抽，斯拉夫，我按上嚟拆鐵，恢復嘅三合院，你按最少只正面啊，新加坡係客家民居嘅保存區啦，所以啊，你一陣看得出啦。碰到呢個問題到底嗬？基本上我完全贊成聽下林先生嘅意見嗬。各位係要則善心嗬，各位了解則當簡單嘅事實啦。你林屋到台灣要幾多年嘅歷史咧？
200年差不多。目前也只政府到台湾的历史几多年？所以啊，时间个冲冲顿顿。马沙好冲。我意思是讲吼，台湾200年来啊，政府玩来玩去，不过你加速的声明其实当长久。俩法律上可能你俩场所目前土地系马沙的法律上有规定。建筑系马沙的法律上有未有规定？不过市场睇下林先生讲的立法的进行两件事情来看。阿公坡系安尼的，白宫系安尼的，两只会所黑系安尼的地方。不管法律样板行，點樣會走安尼嚟進行行，法律係唔向兩只方向行，安尼係拗到本機向兩只方向行。所以各黨簽咗，肯係簽咗；各黨做埋事情，肯係做。不過呢只太原則，兩只地方安尼就填為保存下來。所以經過安樣時間裏邊嘅討論，林先生也談到咧吼，其實了解問題拗也會拗盡來吼，因為佢係保留幾個進行，記到安樣林府嘅歷史文化。不過了解林先生，你有看一下呢個問題冇？其實吼，了解唔單像係林府哦，因為基本討論嘅主題，佢會看到貴州台灣安樣了下文字保存法嘅風氣天天嘅戲來講吼，佢係要按到財務嘅事件，全台灣。林種種各地都有哦，你看到去，譬如你講新北市啦，還有三峽、安哥咧，大部都係安樣。跳過啊，吼，因為看到了落建築可能冇乜嘅價錢全部拆體，不過你下文字嘅風氣起來過後啊，你到建商也好，也係講甚至冇像林先生安嘢先按達標哦，切較上嘅保留，有啲主演講認為講，哎喲，政府規定下去過後，結到電動冇辦法發展，三公辦也跳像怪獸去物體啦，吼，像安個情況按到，了片問題就係現場嘅安尼情形上，從安尼也啲啊，兩張嘢嘅熱跳啊，安尼先做嘅準備大概。路界啊，吼，咱北市台路界，唐公也有部分嘅人府本應拆體啦。你對呢件事情當關心，忽然跳下林先生還有拆橋中講到嘅，你個部倒帶為保留為拆，你係人為找問題咧哦。不過倒帶呢個幾個歷史價值，倒帶用辦本判停咯。甲主持人提到嘅係新竹市啦，唔免特別啦，新竹市嘅個北門街路啦嚇，甲迄拆體嚇。伊迄建築上啊，留個所有嘅屋啊，嚇，留佢埋下來，嚇，佢嚟改建太樓。不過改建事情，照講嚇，喺商業嘅事情嚟講嚇，其實合理嘅啦，嚇，合法嘅啦。不過問題就係講，嗰隻會所咧，過去政府就嚟規劃變到歷史街路區，喺歷史區，嚇，哎呀歷史區啊，嚇，喺新竹等於講北台灣啊，最早嘅商店嘅太街路啊，到南寮，跳到北門。到東門嚇，上房廟最長嘅路街路啊，嗰係北門太街啊嚇。結果政府愛面對呢個會所嘅時候嚇，政府用最一般性嘅呢欺負嘅方式處理，所以最尾就變拆起來，一拆11間店面嚇，全部最清路清講嘅啊嚇。嘅所有嘅地圖嘅資料嚇，頭擺嘅文化局市政府花幾多功夫，出幾多書啊，嘅地圖。調查入建屋，加出個歷史全部調查起來，結果最尾嚇係拆體咧，啊，咁有啲吊詭嗎？咩？嗰事情就是像家講話個特別有提到講嘅，政府用嗰隻法律鼓勵大家拆屋啊，明明係最多嘅老文化，結果乜人拆了，唔係政府拆了，自家拆啊，為到嘅當顯示咧嘅呢，家講嘅市場嘅獎勵金啦，為到顯示咧你嘅錢額啊嚇，我呢件事情就講政府要負啲責任，你要對呢隻歷史嘅。你來記錄起啊，那歷史的文化你要保留啊，你做咩講？你比頭擺嘅那個北鄉人民哈，還蠻來到台灣，你是用你自家管理方式來拆球，變到冇歷史啊。你要尊重原來嘅歷史，我想辦法把原來嘅歷史再保留下去，我用最好嘅方法。所以家講法我提到講嘅嚇，你新加坡漲落幾樣，佢冇滿意，因為講啊，確實因為大家冇滿意，我因為那麼滿意，你因為大家政府來向民間、向北鄉過去按長期來打表安尼高層來搶門，我認為那會係最好嘅啊，我最符合到大家嘅想法。局長，明明係為保護安尼人民嘅資產、文化資產，用辦電腦做咧結果都鬧安尼上緊冇強用咯。因為為漲又唔漲哈，站在安尼文化局公部門立場，只要係文化資產有價值嚟講，我們一定會贊成修復。尤其係你只要係有現場過來講，我要指定歷史建築啦，係古蹟嚟講哈，你古蹟委員審查委員會呢，佢都專家呢
他不管说啊这个修好以后怎么用，他不管，他只看有没有那个价值，有没有真实性，真实性跟价值性，给你两种条件符合，就是指定了哈。指定以后呢，灾难转会才开始了啊。指定以后灾难开始了，第一个政府就签好章吗？啊，还有罗百姓啊期待落差太大。你要讲一个历史时间点吧，讲921以前呢，只要被指定古迹的就被宣判死刑了，没有钱，政府也没去管啊，也不管啊，然后就残破不堪了啊，这个杂草丛生。拜921地震之事呢，只要在地震时候有受损的古迹，已经被指定的古迹或历史建筑，它有专款可以修，就大概花了大概7、8年时间，陆续修好了。哎，这个时候老百姓看了，哎呦，账好就往爱用诶，清好啦，开始主动来信强讲，哎，居停古迹当到啊，特别係政府嘅去居停呢，百姓那邊抗拒。921之後呢，看到一些成果出來，主動來申請古蹟的案子層出不窮啊。我這邊舉個數據啊。921之前，你新中南指定古蹟13隻啦嚇。你睇下921之後，到底幾多隻呢？50隻嘅啦。50隻係乜嘅意思呢？係會增加2倍以上、3倍嚇。你睇問題是話，大家講，哎呦，政府做得漲哦，漲好就往喺度用哦，睇好睇到漲。問題咧係呢，政府都要簽用地用樓起來嚇。結果咧指定古蹟下去呢，又冇簽一張，又恢復到921之前了，又不聞不問了。你講到界係人為遇到問題吼，其實吼，等了解可能歷史建築見到見到政府冇簽，不過親身上對下講到界，見到問題係要了解法國係。我保存正經法回歸到人民記了解文化資產，你可能了部分可能政府做到很正經動唔啦，把力量方面很唔啦吼。等下我強到線上來回答嘛。咱現開放不應該向前，談到推動嘅裏邊講到按到文化資產種嘅問題，咁哋係讀兩篇吼，讀兩篇來裁題，你都個想法看法又很用辦先，然後做啲卡數來反映咧哦。歷史建築啊，跟古蹟嘅維護啊，哈，也人當然看到啊，新竹啊。實在又好落後啦，聽唔到咧民間嘅想法啦。一講最好嘅咧，新加坡講，拜師咧客委會進駐這邊修長到呢，但是呢，啲地方應該全冇滿意啦。所以台風湯時候，基本上唔是花很多錢做嘅，錯啊。頭擺呢啲細個啊，用啊，嘅歷史建築全部破壞咗嘅。哦，啲都冇內涵嘅。就冇符合嘅呢啲。客家人頭擺啲保存嘅個意思啊，所以睇話講法哥講啊，我自己係做樣做唔得，我做啊，肯定請民間最早歷史嘅做法嚟建築嘅方式嚟做。喺呢下呢，法包本該當到太好嘅教授，佢嘅是一理想一理論當哦，但是呢實際所請嘅工人呢，對啲完全外行嘅，做嘅行嘅頭擺當起工去做嘅，喺呢個部門呢。個慘乜做啊？就做爛嘅確實嚟，你是講你樣講嚇。另外呢，我只要講古蹟維護要做好以後呢，係咩咧？像咧新加坡咧，盡量開放。我咩講是理會啦，盡量開放民眾用啊，民眾用。咩講當然冇關嘅啦嚇。在工作室進駐以後呢，到咧地方上係聯繫啊，全部聯繫啊，佢做嘅愛做愛。所以你喺我感覺哦，一政府做咧係咩？匆匆嘅考慮講。落嚟地方要關係嚟，喺線上落去做啊，提點。提點呢，講咧古蹟維護嚟講，你綠家一家線路啊，我認為呢是啊，冇講歷史建築，呢是講老街嚟保留啊。人體嘅進修，落嚟高鐵進修，是個板凳個條是冇人講嚟為數啊。講緊先呀，落台水全部浸水，係咩講？你看咧高鐵呢度天河墩啊冇咧，該時光變遷。個里長幫忙上去是提出講個天線地下化，講個10公園都見還冇進行，係咩？一政府做嘛，到嚟民間的距離落差太大，以上的沒有符合人民的期待，落差太大了。副總感謝你，他就其他嘅鄉親，又係講大哥大姐有乜嘅想法為聽小反映的嗎？好，兩個先生你好。是當初啊哈，做咧所謂咧講用保存方面啊哈，實在做起啦，當初做咧玻璃屋啊哈，實在也冇到喺度嗬睇個通地以上呀，喺度就係白相啦嗬，也冇可能通地喺度啦嗬，我是希望為做以前啊，也要多少，然後才個溝通下嗬，做嘅話前後用唔係錯。
实在是冇啲客家文化嘅哦，像意讲法义啦，讲啊，玻璃舞唔对，我家啥唔知做嘛解安尼啊？冇个意义啊，吼，係我是講希望啊，吼，你個我是講對你客家委員會啊，吼，給你個經費嘅分配啊，吼，因為啊，喺客家委員會嘅經費分配啊，我是講希望啊，對客家人嘅為所人士啊，好多嘅蔬菜啊，希望佢多多嚟助充，吼，冇講你係乜嘅係乜嘅人嚟，你冇嘅吼，認為講係按照歷史嘅吼，你係乜嘅色吼，差唔多顏色啊，你嘅經費啊，是冇得撥落嚟啲什麼信用人啊，當初啊信用人咧講分配，實在就好不足啦。哦，讓批人士嘅學老人按多為數，讓班嘅經費分配按多，我是希望佢啊分配啊嘅經費啊，或者客家人啊好多嘅所在來分配較對啦。還有其他鄉親朋友嗎？各開放一個機會。啊，先生你好。我想啊，你新加坡保存下去，用萬人來結合你材料啊，你新出名嘅法通，不過新出名度啲材料哦，慢慢含入你啲求建築嘅新加坡啲為主，你結合，各位見看，基本所有參加出名台會，全部都演出名啦，冇一屆嘅新出名。少啦，咩多啦？少啦，哈！少啦，你看得多啦。那你都要想法繼續講出來。所以我想法是安樣啦。你既然是保存下去，非常有歷史的價值。但是莫變成將來哦，莫買，將來變成文字管理啊。所以我哋哦，所有活動全部演出名參加多，出名台會嘛起用。所以我哋如何將來如何處理材料嘅新一推新出名啊，用萬人來。落嚟啲嘅求建築嘅文化價值嘅呢新加坡啊，嚟活動。我最近啊文化局啊要全多要辦呢個活動，我用呢個活動繼續辦下去。我建議就安樣啦。好，謝謝。用感謝你嘅鄉親。其實安樣鄉親還有裏邊就講到，類似民間嘅你個動有歷史價值嘅文化傳統吼，其實對類似民間會談多談呢啲財體出名嘅。欣賞吼，還有意見，還有因為本單就係呢啲客家風情嘅東西哦，當然會找受那個傳統做得強下來做。不過親先生會講到當重要嘅部分，除咗民間自家有力量有想法，按樣來首長來做之外，政府嘅監督、政府嘅強力嘅作為，還係做唔得缺少嘅，冇好鏡頭做出來歐巴，做這些又冇好利用，保留下來又唔得用解散哦。從辦廠經過安年嚟嘅討論，呢啲協會係因邊個多咗呢？而強公發先生，還有應該攞先生學強下咧，進入大家部分個做回應，呢啲協會係因邊個多咗呢？呢啲討論嘅現狀。總愛兩那年咯，有人咯歡啊！出年台會嘅討論現場問題，眼皮為咧強調呢個老教授哦，老先生條下要談到鄉親安年輕嘅發言，幾多講到以場重點係幾多大家想出來嘅吼，就係講呢個修復好嘅路屋，係唔係做得做本單，幾多本單生活利用嘅方式來利用，係以個本路建築有靈魂嘅方式咯。現代作為佢本來是有存在的功能吼。尤其係有得好關鍵嘅地方，應該係保留。市場目前實際上未保留，像呢啲新加坡呢片韓國陸莊來嘅片，實際上吼簡單嘅呢加速嘅吼，到了擺阿公坡相關嘅事情，韓國化鼓吹練習，了實際上係係保留嘅。所以在呢一點，我認為佢本來存在嘅，尤其係文化面吼。
日天来保留，两点是50度讲。不过重点还係女性啊，或者是陸種來嘅偏窮人嘅情形，實際上佢漢做得做嘅事情當多啊。所以是睇下要先生提出來講，其實係到新辦落來嘅厝面吼，除落來掠到窮下盤相關，是講後當台嘅法通。比如就很多年就ผ่าน秘書嚟展覽啦，嗬，睇話講到大家來看天上啦，等等兩條事情嗬，然後就辦法到兩隻土地一方面保存傳統嘅文化面，就提供目前嘅好生活，冇聽錯多少有點商業技能兩方面嘅動態嘅相關嘅導演嘅功能，應該朝兩方向，兩岸台為首行有辦法發發。所以辦法同結合5輩嘅字眼，就得本期法清新上岸的強門。你第2推動嘅水隊聚落麼？佢也一個算是一個老聚落，然後它重新活化。從那個部分哦，跳下功夫啊，睇個講到亦幾種重要嘅位。我做得當你對燒香，那本單就係個個傳統技藝也好，現在辦的各種現代的活動也好，係咪做得本地起落就係講老屋法法，你都要想法建議係乜嘅？講老實話啦。推從嗰個水隊沙起哈，佢做到比安尼新加坡較好。較好哦。因為佢保持原來嘅生活，人無曬出去，政府也無攞去徵收。其實理論講哈，佢喺老嘅屋，佢都都市度嚟嘛哈，佢想辦法去爭取哈，去變到一隻按照起落嘅保存區，保持佢原來嘅生活，唔希望政府來做嗰啲會所嘅徵收，所以佢按叫到嘅3萬多啲嘅事情啦哈。個新加坡當然係無奈何，成都都市嘅計劃就變到工人嚇。等於講，大家種嘅就過去一般印象到嘅工人是屋拆到長到15%，天天啊。你下唔係呢？你過去按照政府大家非常認真嚇，加講話講到係做認裝嘅時節啊，政府嘅發當多功夫。老李就會說啊，老佢變到按照客家文化保存區，佢超過15%，一等於講原來老屋代替到原籍留下來。你咪係中華民國鐵多啦，你係講按照無奈何嘅啦。雖然按樣嚟講嚇，人家講，萬一攞佢省通化發化起來嚇，你確實去攀遷度係發通。你係因為你係變政府徵收咧，冇辦法講嚇，你白相攀物嘅是攀物嘅，係要經過一隻規劃。所以呢隻時節咧，政府要設計要起出來，要好好嚟思考。唔係講標比房啊。講法個，你都有大家啲啦嗬，還有什麼樣嘅建議？兩隻古蹟啊，佢嘅歷史嘅文化價值，和過去嘅傳統民俗嘅呢個核心嘅精神啊，兩隻保存啊，比硬體保存更重要。所以呢個按照非物質文明嘅呢個資產嗬，呢個文化遺產嗬，比乜嘅東西也重要。所以我講，佢當年啦。晨昏為祖先上香，呢啲習俗是好習俗啊。呢有教育嘅意義啊。呢啲習俗可以永久使用嗎？當然可以嘛。逢年過節，祖先祭神祭拜祖先，這個好的習俗啊。這也是一個古蹟的精神啊。當然可以永久使用。好，所以感謝。還有永久使用嘅東西。比方講配合政府辦一個文化展演活動，你愛等那個電影院也好，讓社區打成一片的哈，社區大學概念、學習嘅概念，這個當然可以永久使用嘛，為什麼不可以呢？好的。那還有一些文創產業，文創產業嘅投入，要讓窮下政府到民間窮下來參詳，用半天的做，那怎麼做唔得呢？所以講話太過講到了哈，佢講到精神的保存很重要，在座的每一位來賓都點頭如搗蒜哈。你有咧請教邱總看一下哈，你聽下講到，當年都唯有新鄭甲、新電流也好，新吉田嘅古蹟歷史建築都有，從99年都有4隻，了解包含祖輩關係，了邊5面也有動到嘅了解老建築、老嘅歷史起落，都電流做了歷史建築。從你聽下講到一點啊。你下動印度來現場電流，政府又偏行嘅團體也會去做那個考核，然後來指定。不過剛剛大家都提到啊，如果我們只是無上限的一直不斷的你覺得有保留的價值就指定它或者登錄它，可是後續卻沒有實質的預算也好、規劃也好，做嗰個法規反而顛倒突襲咧，你對嘛？因為問題到底政府呢方面，怎麼歡迎了對並提出了個議門咯？
民间主统来新墙讲的居厅古迹啦，系个历史建筑哈，那为长期要慎重考虑，然后这个家族会议啊先通过啊，然后给整个乡亲处长来啊，你亲从长，我们讲整个的新墙啦、居厅啦哈，后面的修复啦，还再利用活化哈，这个过程呢，你政府那边啊，有深度检讨改进空间啦，讲实话，甲你当作向前来讲，该规划阶段，然后来讲用完长，该都突发出来发报出去呢，长出来讲看到哦，用来乱差嘞。所以那个公差有没有办法透明规划设计阶段，我就希望能够开公听会，类似安尼，大家来参与。本来很嘛个功能，这边住的人非常清楚嘛。该设计师、建筑师跟用地呢，知道吗？像你安规划出来某家玻璃屋啊，按照不伦不类哈。讲实在话，俺现在看到啦，不是很满意啦哈。不过记得讲法是讲，仿照罗浮宫啊，罗浮宫老房子啊，头前某家玻璃的金字塔，给安样概念蒙出来了哈。不过俺讲比较不实用啊，讲实在话。所以我讲，下摆你政府了位呢，会活化再利用来修复了就哈，俺感觉过程当中一定要充分沟通，让居民充分参与。我了解符合了讲嘛，社区总体营造精神。那本来内部精神的维持呢，像光华大哥他讲到了，我要来烧香祭祖啊，非物质的部分呢，我觉得那个永久当然最好。哈，刚才讲祭祀活动啊，还有那个什么还有一些什么新瓦屋花鼓队啊，那都很珍贵的文化遗产嘛。可是我们现在土地是已经被征收啦，那我们能够怎么做？土地哦，地上物来算政府的哦，所以我讲很美来参考你 BOT 的精神啦哈，因为 BOT 咧哈是讲。目前来看啊，BOT 最长的时间是50年啦，50年啦哈，像那些国际绿能智慧园区是50年嘛哈，你讲永久使用啊，没有潜力可循啦，你公务人员为多少疑虑啦？没有潜力可循。我们也希望说，走对啦，你都有来涨，你都有来用，该摧残还算公价的，该没有问题嘛，对不对？我先请教罗老师，这是不是我们的文字法虽然已经挺成熟的，也发展了10几20年了？到底是不是在结构上，我们还需要有一些转变啊？你也款翻译有关系？文化资产保存法基本上是保存为重啦，和接下来到大的样板利用、样板维护，目前的情形采有新的硬体的部分好清楚啦。比如以前的有设计有内部的管理的制度，和相关技术的做嘛，硬体的部分就。不过软体的部分吼，尤其是以样板杜撰来维护伊，也是目前文化资产保存法实质上和当到内部的法律本身来修改有可能。所以无签法可循，那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刚刚提到那些都不用做了啊，陈老师？刚才你罗先生有提到讲哈，林务的历史啊，260年，超过了260太郎年的哈。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到台湾，60年忙了8年啊。所以你的文化比哈，你下个政策个权还那长久。实际上哈，政府要安尼主张、安尼担当啊，文化为主啊，先尊重文化啊。我想新加坡也好啦，绿党来好啦，就做台湾体制无关系嘛。因为做体制我想哈，用新竹咱政府哈，像咱种来主持啊。你要做错俾人看嘛，冇该讲话国警讲你做得唔好啊，跟住做俾看，做本讲话好看。要有先例。做体制，好了，比如长长久久啊，因为做唔得啦，因为祖先冇你个字体为了祖先落体咧啊，冇爱土地啊，唔好讲吼，我拜拜冇爱拜啊，冇爱事情嘛。了到东西啊，我希望讲吼，我都会提出一个办法，你让政府你讲又不偏，我讲的吼，你。使用永久使用的概念，一个时间，一个是你用途的范围。头先我讲了的范围，马上可以反对啊。所以你也因为有困难，你往上报，龙应台冇人用熟啦。我会对佢一篇讲话。你这东西啊，可以成为台湾的一个典范。是。我哋咩青菜鱼的让我哋设计薛勤薛老师啊，古籍的专家之。数1数2的我就报本马上做的，且对于每了跳被杀下的了每到个变主南洋安的角色啊我就报本了个沁人营造林瑞雄老师傅佢做台中林家祠，做玉山嘛，做那个
日月潭这个东西哈，古迹维护啊，韩国做了北部江家祠堂修复的哈，要相当有经验的老师傅啊，吼，所以讲我哋唔系亲自做嘅呢，吼，我哋投入了啲东西啊，乜嘅目的，哦，一方面呢硬体嘅做上来，一方面了啲运作管理各方面也能符合邻家，冇凭啥会让我摆啊？我想应该摆，你杨政府排应该摆嘛。我要请教蔡局长，这份厚望和这个跨越，你杨政府了片做得做得到，准是做得有下进步嘅做法吗？讲实在话吼，讲长好用板长，钱都拿不来，长好之后用板用吼，实在讲了还条当冲的路来行啦。讲实在话啦吼，不得不俺系通科委会来讲几位啦吼，因为当时长虽然俺没当班就来讲，不过佢当时的功能系讲哦，成立个嘛台湾客家文化中心按照筹备处嘛，佢先后呢去到铜锣嘛吼，了就维持好咧，今年就会可以启用诶，所以佢阶段性任务完成咧，所以佢哋前言是讲拆走之后咧，到处又慢慢用，咧咪大问题啊，是吧？啲人政府啦，本来啦讲烫手山芋啊，不过你接下来之后呢，那科委会佢啦讲。他不会不负责任啦。你看今年呢，佢个硬体维护部分今年本来800万左右啦哈，还有个盘发同价讲春夏秋冬嘛，板凳电影院，你要盘个生活茶啊，你有意义的，你要钱呢，然后科委会出来了哈。讲实在话，佢都人咪讲嘛，完全不闻不问啊。你按讲起来，系讲全部往地方政府无法出来做来讲哈，实在要挺难啦。所以我哋县政府是文化资产科新米沙过来啊，春运。钱呢是由科委会来出，所以呢，整个新瓦屋基本上还算维持正常运作了啊。啱講啦哈，人哋家啱講到嘅大腹地呢，講啲林先坤講嘅技術工業出來漲，我感覺呢係推翻了創舉哦，這一定要鼓勵。站在我們公部門立場呢，我們絕對不是樂觀其成而已，還要積極性的鼓勵，係咪？政府目前佢都漲咗以呢，佢嘅祭祀嘅活動啊，地位信仰嘅全部嚟維護嚟講，只要財產權部分啊，沒有過度的話，管理權我覺得都可以從長計議啊，沒問題，好不好？政府那邊講嘅會歡迎你大家談到咧吼，你也是見個開放本大家哦，對那片菜地吼，你就信亞務也好，還有當到領物嘅路建築啊、門裡通了到，你就持到咧下嘅財利用，無論係辦法同也好，也係講鄉親朋友持續咧參加，你哋還有乜嘅建議，還有乜嘅感想，想法會講嘅麼？那個先生你好。那麼我東平里有一個公山生態公園啦哈。那麼高鐵徵收的時候，保留了一個公山生態公園，還公園裡面還有一個老建築物在那一邊擺放着哈，到現在沒有處理。那麼現在呢，我們東平里啊，這外來人口佔90%幾啊哈，好，現在已經3600多戶了。那周邊大樓的都是外來人口哈，那麼也有一小小的少數的原住戶住在那一邊啦，哈，那個我想，這個爭議已經很久了。那麼周邊的住戶一直要求把那個老建築物拆掉。問題是現在這個陳先生啊，陳板先生、陳老師和文史工作者一直要求要保留啊，哈。但是保留的話，他們那個周邊的住戶也是說，給你們一段時間，看你。提不出計劃書來嗎？提不出來的話，是不是他們要求要拆掉？因為一個生態公園在那邊，哦，就去年討論到現在。那麼他們也要求說，里長你行文給縣政府啊，要求那個老建築物把它拆掉，也沒有歷史建築的文化保存的定位，目前也定位不明啊，哈。好，我們把機會留給下一位鄉親朋友。好，那個鄉親你好。關於這個房屋保存下來。這個是他們的事啦，不過我所要說明的哈，就是如何維護。我們這個維護很重要啊，不是說保留下來就是存在那裡就看了，不是，我們要維護，要繼續下去，把這個東西都要留下來。那麼我們過去有這樣的一個形式，就是說我們這個標給某些人去維護，但是我認為呢是這樣。最好是給我們本社區的這個來維護，因為維護呢是我們鄉親啊
比较认识我们嘛。而且我们啊在这里办活动，那个新贵的大楼那些人啊都会下来跟我们参与活动。于是我们就打成一片了。这个就是我们联络感情，也就是我们呢这个社区联络站一样。这个是给社区是很好的。阿勇爱啲嚟感谢廖家先生，廖家先生也会发言系么？我哋今日来讲嘅吼，是讲睇先讲了历史建筑啊、建文化建筑啊，会拆啊，还会保留，等，呢个问题全部政府都来操作，全部政府都来忙，北上都来配合听啦。我知道了会做，是会做下去。唔好讲青菜啊，做一半就听好咧，做一半听啦，一下依法依照依法行政，一下是依法无据，这样会造成百姓的一种矛盾挫折，安情唔好啦。我希望今天会做是到去做就好啦。另外我讲一点就是讲，睇先按到建筑啦，我局长们又讲客委会对新华屋了到做了清楚，应该就800万度了。我就想睇先我听局长人讲那我一个想法。到新加坡保存起，还有6种类个咯提升规格，提升到国家级的园区，我们在还保留到在现阶段，要往上提升的，按经费人为多，经费人为多，资源人为多，服装未好做些，但政府未先好做些，你系我一个想法。好的，非常感谢你哋那个问题都会抢退党会回应第一请大家罗烈士、罗搞修、罗先生唐德向庆，其实他们提出他们的疑惑跟迷糊了不过他们的民间的活力，你看到咧，针对大家安样讲出来，记得提出来个想法，还有今尾讨论个主题请你做准备个回应还有结论。以目前按到这案来看不管是陆庄来也是新加坡，还有其他地点，我想提尾就应该是实地来上，到底有乜个机构来参与，某是来像听讲 BOT， 某是乜个方式参与，以一则案的方式来上，比论陆庄来讲，陆庄来嘅工人建筑部分当然领务，不过佢规则工人。系委托来只单位来管理，了一天来实地来处理。目前的情形系原则上系做不是公所管，不过每种情形变冇人管系讲因为交通大学是度嘅，应该攞了责任交本交通大学，交通大学本身为想办法去募到钱来管理了工人。建筑的部分，另外由林务本身来管理。采样的情形之下，这只地方是有人修顾啦。两片的情形，目前是因为有政府单位来参与有效果，其他相关一则点应该是实地上，到底目前社区某是乜个协进会，某是乜个民间社团提倡部门有办法进行落去接受，来实地一则去谈论，还是签约，还是交本去，系讲。讲一下50年长久，3年5年总系做得一只观察的阶段啦。阶段请班先生，你的观点呢？你六家体系文化蔓延了波幅，六家文化蔓延波幅，新竹文化蔓延波幅，新竹文化当然新竹人波幅六家文化当然六家人了波幅你下六家文化本，你下你只高铁机关管，一下就该市公所管，一下就县政府管。一下就水利府管，乜嘢都管以後，結果你講文化唔堅提起嚟。因為我講我要隻統一、一機構，然後還有一隻共同嘅體嚟主管你所有嘅地方文化，而來維護過去林務、林城、坤公啲土頭，然後陸莊來水準土起來、長起來，所有人相繼行。呢頭按好嘅，有水準，讓有田，讓有木，有人，讓落腳嘅地，你一行咗呢條路當簡單。你個過去你水準佢同到你那個思想全部都已經含有水準係冇前提啦，比台北還要好好為數，要最好嘅是是講有隻國家嚟出現，所有嘅呢含留下來嘅文化點，直接攞佢爭起來。我電腦講蔓延愛少爭，蔓延冇爭，就愛變到乜嘅錢咯，唔係係問題唔係蔓延愛蔓延冇喺六家文化太是假嘅。你政府喺花功夫爭到好嘅時候，蔓延會講嫌疑咯，你都唔花功夫。你都唔想呢啲事情，等佢死，等佢忙，我當然你唔會好這樣因為當簡單，你政府企出來，為咗地方文化，人人做，票大本人咧，你就做呢啲事情，做咪講你票大本人咧，就冇做呢啲事情。好。
了现场球总咧做回应做结论，怎个抢讲法个？从了讲了为六架提起啦哈，咧系算呢新兴湿地嘅湿地重划区嘛，区段征收为说，全部系幸福个啦。所以你系讲传统建筑然后从了传统聚落的保存呢，显得弥足珍贵。冇咧，你讲全部幸福个以后呢，求福全冇咧，到时候就是记忆断层、记忆空白。你要对呢文化也好，对教育也好，对呢后退也好，系非常大嘅伤害啦。所以你系动员通言听那个假设是讲做法的哈。对啊，当然是讲做法是讲，第二是讲指定、登录修复、再利用、活化这整个过程。你公部门希望你从中央政府也好，地方政府也好，然后社区也好，大家三方协力共下来努力不管是哪一个阶段。希望三方都一起来介入尤其係你社區、你財體嘅見面落參與所以整嘅過程當中，又係感講整好之後呢，然後希望園內嘅村民呢來嘅活化來參與，從呢邊啲新瓦屋花鼓隊也好，然後係啲林家祠、林乾坤公安嘅祭祀工業，把它的整個祭祀非物質或物質的硬體、軟體的全部在裡面活化，因為變咗將。就是活的一个生态园区，有生产、有生态、有生活在里面技能，这样才有意义啊！如果你要保存下来，没有去继续再利用的话，这保存是没有意义的。好，讲法哥最尾问你了，你谈到安样，你是到最尾个观点，你清楚会讲的嘛？个？第一啦，吼，政府的钱啊，系人民纳税的钱，所以任何一先钱啊，会善加利用。你要800万。个新加坡嘅人谈到，哎呦，跟你用办用咯，所以我希望讲政府没有透明化，你800万用到哪里去？用办去维护，和主要你要本民间参与。对啦，民间参与。所以讲，你政府要强，你新加坡要强，陸將來大家坐下來談，還係講要專家學者係要水準嘅，咁冇水準嘅個原因啦，了到大家談共商一隻對策，用辦法。我講睇啦，新加坡上限講還保留5億嘅錢保留5億嘅錢，基本上對了為了做到事情，還佢可以仍然指示佢嘅主線。所以講，了東西了東西，今日財局長來講過，叫我做得嚟啦，做得嚟其實大家是可以坐下來參詳嘛。新加坡也要保存很多錢。我哋縣坤公也要簽，上面公咪要簽，我教務公我咪做董事長咪要簽，關我公、慈善公、我公嘅祠堂嘅全部要簽啊！要簽，我哋咪希望講，唔係講子孫拿來本嘅拿來發出去就打上嚟啊！希望共同嚟做祖先留下來嘅財產，你咪要善加利用啊！所以可以做前多事情啦，好，還了啲東西我希望講唔係講是按單純點點啦。歷史文獻，前到歷史故事，陸將來係移民跟上去嘅為所呢？故事要保留下來啦。所以講嗰啲故事嗰啲典故嘛東西，文獻嚟切穿，你都尊重了啲人啊，唔好講亂發啦。嗰温禮堂開幕嗰些，跟拿出嚟解說我一看40人只會所唔錯啊！佢呢講人政府啱啱做法，我都用辦方式。還有乜嘅意見有補充嗎？所以有條事情啦，有乜嘅問題，你共下來討論，發覺問題嚟解決。好，講法講作為業界全台灣提議的去甲改革處前瑞首長那個勞務安樣嘅獻禮佢提出再提點了很多相關重要的問題經過安樣一擺又一擺嘅討論，希望就係講你下台灣民間歷史。比那個法規還卡衝架安樣嘅事件做得總算最後總有一天做得不那個法規還卡完整，真的更能夠海納各種的問題、各種民間的意見參與，讓不那個呢個文化資產都得源源湧湧嘅永久保存下去非常感謝鄉親朋友嘅收看，也祝福大家平安快樂，春眠大會，下個禮拜呢強下再會。